現在係標準時間下午6點29分。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：蕭澤頤話會繼續按風險評估審視遊行集會嘅申請。邱應華話未來會開拓中亞同非洲市場，又話有信心本港整體經濟下半年會逐步復甦。王毅批評美國喺無人飛艇事件上過度反應，顯示美方對中國嘅偏見同無知已經到咗荒謬程度。睇下詳細嘅內容。警務處處長蕭澤頤話會繼續按風險評估審視遊行集會嘅申請，但係唔排除有人借機做不法行為。至於仍然有超過6000宗反修例案未處理，蕭澤頤話警方仍然未完全終止調查。